那心中明常啊，八万平啊，八位妙丹啊，就发体里哦，八天光啊，龙交流。mẹ hao thiền nè ngày thế khó tôm mẹ hao môi ngày mà cao在泰国，不管是南午即兴嘅编唱山歌，还是客家卡拉 OK 音乐伴唱，嘹亮嘅歌声涌现维系的浪迹天涯嘅客家俗曲，老客家心。杨梅呀，那么前奏。把忙些那可那，罗水呀来跑啊来下。山歌见唱心境快，江水见打残江来。冇错。山歌係客家人在辛苦工作嘅時節最好嘅精神安慰。客家山歌老客家行業文化嘅整體有動態嘅關聯，比方講所基礎嘅地理環境、工作形式、生活方式以及語言文化、風俗習慣等等，故所客家人好唱山歌。開堂大鐵，天師啊太高。手啊里吉那，菜市啊那里，菜市啊这里。唱山歌咧，就是讲啊，似个黑人，系冇？黑人做乜都要山歌，係像比如講愛情，對愛情方面，你唔敢用真嘅語言嚟講我愛人愛你，你就可以用山歌，用裝嘅答。用山歌的形式来表态，我来对别爱嘅一种，还有一种就是讲话流传嗰啲客家人的传统啊。而家明白佢嘅唱嚟，一睇到山歌就是想起自家故鄉。山我來當啊上，仲有個蘭啊。客家人透過唱山歌表達內心嘅感情世界，即使係演到海外也冇改變。雖然時代在演變，客家人生活嘅環境和從事嘅工作也更加嘅多元化，但係呢份山歌韻味，假使講在海外嘅某個國家傳唱出來，這份感動，就嚟講係驚喜連連。更何況係大量流傳在泰國老一批嘅客家鄉親嘅記憶當中。山歌了啊，了地大來。嚟採節嘅換衣飛改飛嘅時候，為咗提倡嘛，嚟啲客家團飛改飛啊，ที่ช่วยเสียงช่องใน客家飛歌。是到大家都有啲種尊稱客家文化嘅事，
ที่นี่ก็จะ客家嘅歌唱嘅團體，去多好像風美人變嘅，多唱客家嘅時代曲，這係或者管理費嘅題材嘅意思，希望或者啲嘅小嘅生意嘅題材，能夠普遍到全泰國嘅客家語嘅團體。泰國嘅客人嚟講，因為你冇一家政府啦，你扶托啦，你帶動啊，所以係我嘅看法，對泰國嘅客人嚟嘢，客家話流行咧，會比你台灣嚟講哦，少個人家。差唔多吼，加5、6年咯，你若係第一開，你來做到事情嘅時陣吼，加5年啦，難啦。講到啱喊嘅也有咧，根本唔曉講嘅也來。根據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中心嘅一份海外客家分布研究指出，泰國人口大約有6000萬人，其中華僑大約佔了500萬，亦有40萬係客家人，大部分係在曼谷、清邁等都市經商。故所行在泰國嘅街路，特別係有法律路，也就係一般所講嘅泰國唐人街一帶，你就能看到當道寫定中文嘅看板。人講話移民到海外嘅客家人，對於家鄉相當嘅思念。故所唱客家歌就成為佢哋社會嘅報導，所嘅享受最佳最有效果嘅方式。再有人開再唱，就以容易嘅將客家鄉情嚟刺激起來。愛上前講的到使用，浪潮改那每個唱啊。100年生命中秋也話2年夢也那多一風。特別係社團，在泰國就有一度嘅團體透過客家歌，將分散在泰國曼谷嘅華僑刺激向下聯絡感情。中國的、香港的、什麼地方的客家人都大家來交流，那麼有我們的交流呢，也許影響到大家兩岸的和平。重大活動我們都會來，但是一般的話，我們只是說來有參加這個社團。你大概幾多歲啊？吳啟芳1949年嘅時節來到泰國，目前係泰國客家文藝聯誼會嘅會長，也係泰國客家總會榮譽會會長。40多年來，佢對於文藝創作和山歌推崇得相當嘅熱衷，在珍惜傳統嘅山歌之餘，佢也鼓勵大家以新嘅詞和新嘅曲來唱客家歌。喺今年，佢積極倡導學習客家母語嘅運動，同時創立嘅客家文藝聯誼會，希望能夠聯繫全泰國嘅客家文雅人士，共同在泰華嘅文化當中呈現客家文藝和客家精神。我哋客家文藝會呢，就係竭力提倡這個客家話、客家文化，因為我哋唔想這個客家文化流失。客家山歌呢，就係這個傳統客家話最好嘅調用。但係從這個文字改作這個客家話呢，朗朗上口，大家就會記得。尤其是這個小孩子啊，我希望文藝這個客家山歌啊，多做這個童謠啊，好像係這個一個個小財郎騎白馬過年堂，按咗客家嘅兒童啊都會唱。
啊，假如內底假如內底能夠做到啲嘅同樣啦，上升或者客家話咧，就必須能夠流傳下去。客家山歌在泰國發展已經有70-80年嘅歷史，做嚟講係泰國地區客家文化嘅另外一個源頭。當日早上在曼谷最大嘅失樂公園，做嚟睇得到客家鄉親70才倆人唱客家歌、打嘴鼓。無論講係客家山歌、黃梅跳，或者係國語歌曲，做成係呢個客家華僑所嘅享受嘅最好嘅方式。第位拿定 DV 正在壓人嘅泰國世界日報嘅副總編輯黃英良，也係泰國客家聯誼會嘅秘書長。昨年嘅阿爸因為戰亂走到曼谷，佢係在泰國出世嘅天二胎華僑。從事新聞工作嘅黃英良，漸漸透過文字來表達異鄉遊子嘅心情。除了寫文章之外，從事客家文化研究多年嘅黃英良，去年來接拿定 DV， 慢慢嘢去記錄泰國客家華僑生活嘅點點滴滴。佢希望透過鏡頭能夠為大家留前篇，留下文化記錄，成為客家人嘅記，同時也忘忘本。聽聽黃英良聽嘅客家人向前行嘅製作小組，將前往泰國山歌山。在泰國山歌係蠻耐聽得到，當地嘅客家鄉親感性嘅講，當初係帶定山歌走嘅，即使係走到天涯海角，也將家鄉嘅山歌帶到街邊。難得一見嘅係你南吳之間嘅山歌對唱呢。現人將呢隨口可以唱，隨時看到乜嘅事物可以唱，冬天詞材，喊做秋天山歌。呢種咧，也我哋講會啱一點，就喊接近山歌。客家人向前行，文化傳承泰國有意思。廣告轉來，繼續到泰國來聽客家山歌。海乜嘅客家人對於家鄉嘅山歌也係一往情深。在泰國客家協嘅方言地位度，成立喺泰國客家山歌山，成員相當嘅多。成立到今15年來，每週日固定一個禮拜日，在沙灘戶外進行南吳山歌對唱，並且不時嘅進行客家歌嘅交流。阿公阿婆唱嘅山歌，除了有山歌嘅韻味，令人欣賞嘅還有佢哋即興編唱嘅反應機制。而你直接又簡單嘅演唱風格，在南一季、五一季嘅回應之間，唔是講氣氛冇同樣咧，就連現場面上嘅心情都變後生了呢。
下联谊会嘅秘書長王英良在今日有限做文化紀錄嘅時間，佢都會向山歌山嘅總幹事王桂華、老李橋坊請教山歌嘅詞意、老唱法。而且認為，假使講有人去採訪錄音，然後再完成文字記錄下來，應該係一件當有意思嘅事情。考中山歌嘅王桂華來到泰國天氣已經有50年嚟，而最大嘅娛樂就係到客家山歌山來大家唱客唱山歌。當然，最大嘅安慰就係有後生人很學很唱。王桂華講，傳統嘅客家山歌向來就有9腔18調嘅講法，也就係形容當道嘅意思。雖然表演形式單純，但係內容卻係一寫實，再加上演唱嘅熱興，實在當值得時下嘅後生人嘅好心。當然，愛即興嘅唱出山歌，所有嘅條件係必須能夠靈活嘅運用客家母語。而希望透過傳唱客家山歌嘅方式，能夠讓下一代認識客家文化，學習客家母語。我哋客家人嘅傳統腔，在泰國啲族都係艱苦捱捱嘅。我哋呢，然後像是他鄉嘅遊子一樣，但沒想是還未想到我哋呢客家，因為我哋呢下一代對我哋客家話係唔能夠再講嘅事實，好多都唔能夠講客家話，所以呢一般老人啊非常心機，想教我哋嘅子女講嘅客家話。教會妹好笑啊，我都蠻開到嘅。老王桂華係山歌對唱嘅好搭檔嘅李橋坊，也以為唔唱山歌是唔開嘅頭號山歌迷。佢係泰國《世界日報》嘅記者，非常嘅好唱山歌，對於山歌嘅歌詞也相當嘅有研究。四季就係講話我哋客家人嘅傳統山歌，傳統嘅山歌就係四季。我講今日嗰有5季，就係民間咧按到5季版，仲嘅一季吧就按到高花歌，又係竹板歌。就喊到5季版，給它改為5季版。客家山歌是十分有意義嘅。因為今日自家都做唱山歌，就講話用自家自身後台，都會記得客家人的一種風俗習慣。風俗習慣就是客家山歌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一部分。假日嘅時間，李橋坊最喜歡到士樂公園或者係客家山歌山，老老人家來唱山歌。因為有客家母語唱山歌，就像係用阿美話來自家嘅阿美談故鄉窮樣嘅情切。因為對於客家身份有一層嘅認同，故所李橋坊希望自家發揮韓國嘅素材，必定要留下歌聲。用泰國有客家人嘅素材，就做得聽得到客家山歌。就見到發揚客家人嘅傳統，就已經老一輩就已經退下去。咁我哋見到做乜嘅？我哋見到後生嘅人走到公園度去，同佢哋慶祝唱歌，就係多帶領自家嘅聲音啊，都要有以後啊，要有傳統嘅客家傳統嘅觀念，自己就自身後台唔好忘記自家客家。誒以後我哋老嘅唔少嘅，嘅唔會話是自家客家人嘅傳統啊。就團結了，就給子孫後代源遠流長，使個子孫後代都能夠話記得自家客人，就係以山歌為主題，來到表達自家心意。沙瓦里卡，客在他鄉，在泰國本有唔單止係嘅現類處，
嚟到客家父母將對客家文化嘅熱愛轉化為一股動力，佢哋透過歌聲來分析客家人對於自家文化嘅視覺，成為客家話、客家歌推動嘅文化四象邊。父母除了做人家嘅阿妹之外，也作為人家嘅榜樣，作為人家嘅子女。文化嘅感染，應用成為泰國、台灣客家同鄉會風骨鼓掌嘅彭寶珠，了解到客家傳承嘅不平凡嘅意義。呢兩年，佢親力嘅做出了一道文化嘅表演，並且用客家文化在泰國繼續嘅發揚推廣。本來啲客人嘅生活是冇講強緊張嘛，因為大家嘅生活就按緊張要你安排啦，用歌聲來做一隻交流，用歌聲來做一隻交流嘅方式，唔係當輕鬆，甲當修復一樣咩？我們把歌詞哈改成台灣到泰國。台灣到泰國。我们刚练唱的时候，全部要做笔记。黄老师说是注音嘛，才注音方式嘛。第一次他解释一遍，大家就注音起来啊。加入该同乡会对你来讲，我觉得不错。对呀。就很多青年同仁啊，样的呢，就是啊，根本很有这种很温馨啊。客家人向前行，文化傳承泰國有意思。廣告轉來，繼續到泰國來談客家山歌。那啲麥克風，彭寶珠正認真嘅唱啲客家歌曲。但係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風骨每個禮拜二早上客家模擬考場嘅情形。目前呢個計劃係外省啲嘅風骨呢，23位一家等待標準。呢條媽媽風可以講對屋卡也好咧，係一隻安全嘅力量。其實社會上有未一當態嘅力量啊，所以用呢啲嘅有心有時間嘅家長媽媽來強下提點，做乜嘅呢？設立呢啲學會，呢啲設立佢教會來學會，至少
歌而會唱，即係用學唱歌來開始。第二點呢，幫助你嘅肺啲排毒嘅嘅事情嘅健康。啊，第三點，你要多利用你通向肺腹部嘅嘅力量來攀到你講嘅親子活動，然後到底解釋我。你都知哦，語言啊，係文化嘅載體，哦 ，carrier， 哦，就載體啊。有語言嘅文化係，對語言啊，係文化嘅具體嘅表現出來，哦，所以你客家文化呢，我用辦法用，我們表現傳承下去，主要就靠企業嘅重要嘅個語言。古狀彭博總認為，客家母語既然係亞美化，母語傳承嘅工作就必須要從父母嚟出手。經常感慨客家語言流失嘅嘢，佢天才經驗對母語教學嘅推動蛋糕有了新嘅做法。記得我以最輕鬆嘅方式融入家庭，故所輪流在父母非成員嘅家中來練唱起飛。除了聯絡感情之外，還會帶動佢哋嘅聲音嚟佢哋嘅欣賞，甚至係歸家人。恭喜兩區，來得謝，恭喜啦！謝謝。來當來唱山歌，通過唱山歌呢，就係關於台灣長要學唱。今天呢，你新的客家協會呢，有婦女團體，我哋當婦女家度呢。來唱山歌，還有提供場所來壓卡唱山歌。台灣到泰國，來到2000年，三郎八面江山藍天，好友幸福的新年，喜滿天。這位啱定鳳石條南模嘅王一順係父母顧嘅總幹事。也係彭博做嘅代理處屬，佢係外省人，嫁來做鹽橋嘅。先生係台灣新竹橫山鄉嘅人，佢講在台灣客家中生活嘅時節，係人家教愛講客家話。冇想到來到泰國，竟然係愛在教人家講客家話。我不運動好唱歌，剛練唱的時候全部要做筆記。唔會講誒，我先記來。台灣到泰國，待到2000前，沙門大邊岡山岡田。第一次就是老師說，彭老師說就注音嘛，才注音方式嘛。第一次他解釋一遍，大家就注音起來啊。客家歌哈，唱起來感覺非常快樂啊。加入該同鄉會對你來講幫助？覺得不錯。經驗啊，就很多青音同樣啊樣啊，尤其啊，根本很有這種很溫馨啊，佢哋不會說，佢哋幼兒園嘛當幼稚園，佢唔係講啊考英語啊嘛，唔係。好，現在我們來玩個遊戲哈，大家來猜，很輕鬆的猜。喊我動動，俺動奇怪怪嘛，對不對？所謂奇怪就是你們來講是很奇怪，客家人來講這就是諺語，來試試看。很好玩啊！你跟我就說，我這裡有3張，對不對？你抽啊，事實上不止，我做很多。這邊有3張比較簡單的，你抽了之後你解釋看看有沒有辦法跟你想的一樣。客家話是不是這是？下面寫。這是客家，要用客家話來發音，可是你不見得你會發音，所以你暫時不要發音，你把它解釋出來。什麼意思？對，什麼意思？來，從客家女兒開始啦。我們挑好了，我們挑一個客家女兒，一個外省女兒客家媳婦，一個閩南女兒客家媳婦。不要放不完的。不會。我再交給我。青面鳥。不會再交給我。什麼？客家女兒不要講話，客家女兒不要講話。小面鳥。我講。唱緬調，唱緬調，就是說，很會，一下就翻臉這樣。對。這個比較。閒神野鬼。啊，翻過來給我們看。閒神野鬼。怎麼講？
难哦。客家话也玩讲，来，瑞怡你讲讲看。天生野鬼。汉话有讲。贪心下鬼。贪心呀，贪人游手好闲嘛，游手好闲嘛。对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告头王。告头王是哪意思？这个就是很会玩的人，对，带头很会玩的人，非常会玩的人。好，没听过这句话。西中八团，客家女儿举手，1、2、3、4。不是祖宗八代啊。丢纪念。什么意思？就对啊，就丢人现眼的嘛。对。丢纪念。你也知道。丢人现眼的。好，这个可以骂人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啊，祖宗八代的面子都丢光了。彭博组就将喺台湾客家同乡会豐富地北度嘅教頭王胸央，拖嚟一群唔曉講客家話嘅婦人家，一陣時以及發嘅教台演義嘅法通，學定衝山高。雖個豐富將度度嘅成立不久，唔過成個卻已經慢慢地看得到咧。你回家回去還是有一個改變，那個改是。一个语言教他3种，一个字教他3种。从不好，从先讲滚语，还在讲哦，这个吃饭，吃饭就叫吃饭，啊，潮州话叫做食飯。台灣客家同鄉會在客家文化推廣嘅係唔單將呢度，佢哋當然係邀請台灣嘅客屬團體前往泰國文化交流，同時也設立網站提供客家資料。客家人向前行，文化傳承泰國有意思。廣告將來繼續為您做介紹。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豐富地北度嘅成員，大部分係因為家本嚟自泰國嘅客家人，剛開始慢慢嘅來學客家話嘅。佢哋唔單將自家學會，還將語言文化實踐在日常生活地北度來教育成人咧。我前陣子我哋講潮州話，有時我去講客家話。那上班教幾客家話？上我去講啊，是講食飯哈。吃飯是要去講啊，這個吃飯叫做吃飯。從不好，從先講滾語，還在講哦，這個吃飯，吃飯就叫吃飯啊。潮州話叫做食飯啊。還有穿衣服的話，就講穿衣服的話就說潮州話叫穿衫，然後這個我們客家話叫着衫，就是一個語言教他3種，對不對？雖然豐富目前只有18位嘅成員。但係彭博主講，未來佢哋就算係母語傳承最重要嘅種子。咁樣有可能國際上講安尼嘅母語啊、客家話啊，在台灣來講逐年啊5%會流失。但係講樣算下來唔是幾多年，客話在台灣客家出本身是唔會講咧。根本唔做田港嘅潮嘅消費，一種莫名嘅責任感，而成就嚟兩下嘅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。3年來，而且係利於泰國嘅台灣客家鄉親嘅情誼。其中唔單止成立嚟豐富，也透過嚟一道法通傳承客家族群嘅特質。因為佢哋認為，愛歡喜海外客家人珍惜客家文化，就有賴於一連串嘅文化行通。
可以变成客家基金会哦，有差不多20-30只落，啊，你提过表演。除了你客运会表演以外，佢还有培养团体表演。所以佢表演嘅内容啊，也挺好，让我哋客人嚟传统嘅歌，都改变下活泼掉，唔係講全部嗌你愛聽山歌。所以呢一隻團體呢，就講真緊要花盡心讓我哋嘅台灣嘅歌嘅客人嘅歌謠去改進啊。做呢一點，我相信啊，要很快要有機會係長期落去。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另外還有設立客家網站 www.garartists.com/150。除了介紹台灣客家同鄉會在泰國嘅相關消息之外，還有客家史跡、文化等珍貴嘅資料，提供大家掃描去看啊。好，另外呢，有天羅呢，對人哋嘅教育啦、文教各方面啦，都真有幫助。比如講，利用天羅嘅上網啊、Internet， 人哋做嚟同全世界啊資訊都可以收集啊。比如講，喺從呢上網去啦，去看人哋台灣客家委員會嘅簽到嘅網上嘅節目啊，人哋台灣除了人哋客家委員會以外啦，還有其他簽到嘅客家團體，而家有設立嘅網站啊，人哋對泰國嘅客家同鄉會啦，人哋咩有網站啊，在3年前嘅時間就開始有設立了，也是對人哋會員之間哦，人哋客家與鄉親之間嘅聯絡啦、資訊嘅啦，對人哋客家文化認識啦，甚至喺上網啦，係學人哋客家話、客家山歌，哦，所以係清好嘅機遇。在海外一個新興嘅客家社團，願意分享客家語文，致力於促進台灣、泰國之間嘅文化交流，這份團結精神，的確係值得學習。非係就像係彭寶珠所講嘅，雖然呢下佢哋年紀出在泰國，但係客家人永遠記得緊喺那邊。台灣係我嘅根本啊！我所有嘅親人全部台灣。你講後年嘅念書念頭啊，書沒有見呢，書沒有念頭啊，台灣嘅親人是愛念頭。所以你同海外來講，台灣發生嘅一切，包含呢啲係經濟嘅變化，社會嘅風氣唔好，經濟嘅發展啲下。新年人有幾多？你窗頭用你衛星電視，當然安看電視，你全部了解。這是一種關心台灣的一種最具體的一個行動嘛。嚟自泰國嘅客家人攜家帶眷，利用背景嘅來到省份嘅城市，對於文化嘅傳承、教育嘅問題，也係相當嘅注意。人哋客家意識、客家人愛記出來，愛伴其他族群啊，來認識人哋客家文化。客家話還真的是有用到的時候，就像我回到我家裡之後，回到我的阿爸、我爸爸、我的阿婆，他們也都是講客家話，所以基本上。客家話真的是不能忘，而且真的是隨時都可以用得到。一位教師，一位學生，佢哋將客家文化建設在深度，客家人向前行，文化傳承泰國有意思，廣告轉來繼續民族介紹。最初來泰國嘅時節，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副五股嘅股長彭寶珠，係從事教職嘅工作，在泰國華僑學校擔任中文教師。
佢講，佢嘅阿爸雖然冇讀當讀書，不過從細就老佢哋講，佢哋客家人講讀傳家嘅重要，而係以此為志向，願意在文化以及教育方面來盡一己之力。行一節，但是按到講讀傳家，做了來講，像愛跳板愛爸爸，後兩百年三個社會讀書嘅東西，可比10年前。早個忙得西台教育，按一種做，按用按錯講。我屋卡，我爸爸講，乜咁是先買，早個先買，過了是又計熱光燈，不用計作檔嘅啊，乜咁是先買，天火係先買，所以呢，社會讀書，我本機讀到好，我本讀到冇做冇看書看快睇，兩方面，兩種東西比較愛嘅，所以我。想起我跳板，我爸爸對了讀書愛嘅注重嗬，我是非常感謝，非常感動。推廣華文教育在海外仍然係一項嚴重拖延嘅工作。雖然講只有1%嘅希望，台商老華商會也係做100%嘅努力。除了1995年成立嘅泰國中華國際學校，嚟初從幼稚園一直到高中，逐漸提供各處學童學習中英泰文嘅理想學校之外，更特別嘅係1994年創辦嘅華僑重生大學，佢係泰國中文最高學府。同學們好，請坐。謝謝。把荷蘭人趕跑。佢下赤課堂當局嘅呢位先生係來自台灣中立嘅總神探，從1962年算起，佢離開泰國已經有30年嘞。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常吃芹菜，左右流之。很好。不錯，大家給鼓掌啊！那個青年觀摩團的，哦，不錯，很好吧？怎麼樣？印象對台北的印象如何？有沒有去士林逛夜市？有啊，哦，很多東西買哦，啊，到處去買了，買 CD 啊，對不對？其實士林的小吃很有名，對不對？有沒有去吃？啊，蚵仔煎有沒有吃？過去，總神探曾經擔任過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嘅校長。呢下除了任教於泰國華僑重生大學之外，佢還係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嘅執行顧問。總神探當年至少愛土嘅青年係將台灣中立兩版，老阿公阿婆鄉下帶，了解客家人基礎嘅生活方式。除了在泰國結婚供子，但係佢一直堅持讓下一代嘅成長過程能夠接觸客家文化。韓國最重要呢，本期有機會呢，落台啦，落摩嘅嘅聲音呢，唱下夾，自然呢，佢就會同化到人哋客家文化，韓國言語佢嘅講法，人哋平時唱嚟對泰國啲講法，佢答埋啦，佢聽嘅時呢，佢答埋嘅時，要咩講泰國話，係到咗台灣嘅時陣呢，如果聲音唱下了嘅時陣，不得不佢一定要用人哋國語也好，有陣時會參到嘅客家話。自然佢就會學到，但係有陣時我發現過，我當見佢啊，佢有乜啲按度呢？我都唔知，哦，叫佢講按度我都唔知。因為啊，在你睇佢時，佢講佢從唔同係講客家話，唔同係講國語啊，全部搭埋喺泰國話，所以也係一種機會嘅教育，俾佢當啊，利用呢個機會俾佢教育，也係親好嘅方式。不同意總神探列到阿叔阿伯去，
20歲嘅聽中醫係隨定台上野外來到異國社會成長嘅後生一代，佢哋孤獨嘅心理、和包袱嘅壓力，實際上一睇，但係佢唔單止係努力實現異國文化，甚至係將客家文化、客家母語建設在心中。而到這邊讀了這一所 A 北大學，雖然這邊全部都是以英語交談，可是客家話還真的是還是有用到的時候。我在這裡呢，我父親也是對教育很執着的一個態度對着我，必須說要讓我接受着比較好的教育，而對語言方面也非常的要求。所以基本上我對客家的話一定也很有一定的要求程度。就像我在台灣讀的新民國小到新民國中，從國中畢業之後來到這邊，又繼續着英系的高中。可是自從到那時候，我就覺得說，客家人在這裡還是一定要講客家話，所以在這裡我也是繼續着努力學着客家話。你啊，我來也是有點讀了大學，A 北大學，這個條件呢，非常嘅散漫，以後喺你時間呢，非常嘅認真，對我公司提出，對付下啲呢，我也要講嘅客外，冇本機咧，忘記呢係客家人。今本嘢無論係台灣或者係海外，客家移民嘅生活形態改變一態。不過來批嘅客家人仍然係牽連野山歌嘅韻味，能夠在泰國公園來唱下歌唱。在呢啲聽到客家山歌，實在係當好。至於在教育方面，我哋點都看到海外客家人容易接受新知嘅一面，順勢來準備來聽上外邊世界嘅潮流，驗證客家人衝突數嘅風險。文化傳承，泰國當有意思，山歌本基一代，文化本基一代，教育本基一代。第一切希望能夠幫助你，幫助我，延伸對客家人嘅情感。不管生產哪位，都能夠容易表達我係客家人。泰國嘅嗰個客家嘅團體啦，能夠得到台灣嘅天使訪問團來訪問，感覺到十分歡迎，也十分榮幸。希望經過呢位訪問團啦，呢個泰國嘅客家團體同台灣嘅客家團體，甚至全世界客家團體，加強呢個泰國客家人嘅聯絡。母親啊，阿妹啊，就該講話寫歌寫按圖文上寫記點樣嘅呢一概念。可是，你倆大家來講話，客人嘅心跳程度係其他啊，後邊河洛人啊、長沙人啊，差唔多要差唔多，所以你愛用反應來台你倆到阿妹做到倆件事情，攞一啲母語啊母語，包括一啲文化，母語做啲嚟團體。千年萬年無處樹種草，上島歸鄉路茫茫，遊子啊心情爽，夜來撥夢盡故鄉在燈前。也讓相對無你，只有淚兩行。夢想心山有斷腸，故鄉啊。